谢谢啊，感谢王牧师，还有咱所有主内兄弟，大家平安。来较早吼，细汉伫遮先深深一鞠躬，甲大家表示感谢，感谢即边市长的选举是遮尔艰难吼，大家愿意甲小弟细汉小弟细汉帮忙吼，我相信我会学习，我深深一鞠躬，甲大家感谢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吼，我会学习即个。上无吼，我会学习大家精神，一定爱保持一个善良的心吼。我是用圣经上重要是教咱爱有一个真重要，就是除了爱有正义、公义吼，爱做正义、公义的代志以外，上界重要是爱保持一个真善良的心吼。我用这种善良的心来服务咱的市民。感谢大家，祝福大家圣诞快乐，感谢，谢谢。伫即个圣诞的时候，我来请大家人，咱三甲为着新的市长来祈祷祝福，好无？咱三个来祈祷。是阮的主上帝，感谢你，互台湾伫久久长长以来宣教士就带来民主的精神。听，因为耶稣基督进入台湾，即个土地开始有教育，即个土地开始有医疗。即块土地伫政府也未有开始各种的社会福利的时，一群的基督徒就开始伫各所在东西南北开始进行，互市民的得到看见，互歹骹的人会行路，互无依无我的孤儿寡妇会当有人因为听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得到照顾。即个社会伫真恬静的中间，直直咧进步。感谢上帝，互阮台湾有选举。这是亚洲真难得有的一个制度，是对长老教会送予这个世界的议会制度。愿你继续施恩祝福，细贤阮的兄弟，伊实在是一个有心的人，做医生也佫欢喜投入伫社会去做。伊久久长长伫咧努力，互中华会当变做佫较有清气。竞选的时、选举的时清气，无买票。空气生活会当清气，互人的身躯会当健康。伊家己身躯嘛需要健康。愿施恩的上帝伫圣诞的时，加添市长身躯会当佫较臃肿，会当佫较对圣神领受智慧，互伊会当去找到一群好的牧师伫伊的身边，然后三甲起做，互中华变做一个典范的都市。世世总是真侪人爱伫遮徛起，毋茫逐个人看见中华真正伫咧改善。诚侪人欢喜学乐的所在，我要祝福伊，愿上帝赏赐伊智慧、能力、健康、平安，靠主耶稣的名，阿免。OK， 市长会甲咱伫遮礼拜超半点钟久，伊就佫有其他的行程，OK， 好。来，咱来看迄个普天同庆70首，好无？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咱试音一下就好。来，普天同庆，祝临世界，全地也齐群咯，大家。OK， 请甲你边仔的人互相握一个手，圣诞快乐！
好，通好准备心来开始今仔日的敬拜。主日，摕即是咱要点光第4条的蜡条，代表的意义是听。咱嘛要点光第5条蜡条，代表的意义是基督已经为咱诞生。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所定的日子。大咱的一日，大咱的一日，要欢喜饮食，要欢喜饮食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大咱的一日，要欢喜饮食。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列位仔姐，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子，咱要欢喜做伙来唱歌。咱只是请起立，咱互相来请安，甲大家人讲，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子，咱做伙来。这是耶和华所定定的日子，这是耶和华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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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定定的日子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欢喜，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所定的日子。我们在其中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，要高兴欢喜。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高兴欢喜，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大咱的一日要欢喜饮食，这是耶和华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。请坐。约翰福音书3章16节安尼写：因为上帝将独生囝赏赐世间，互囡仔信伊的人，袂沉沦，会得到永活。一听世间到安尼，约翰福音3章16节这么说：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神爱世人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
神，因为上帝将伊当生命，想使世间好比那是伊的人。 会定论，会得到永远，伊听世间到安宁。因为上帝将伊当生命，想使世间好比那是伊的人。会定论，会得到永远，伊听世间。 上帝听世间到安宁，所以咱爱将上帝所听咱的福音，咱来传予人。咱无论什么境遇，无论什么天气，咱拢爱来将这个福音传予人。将听传出去，传到街头甲乡里。将听传出去，无论透风也落雨。 传出去，传到街头甲乡里，将听传出去，无论透风也落雨，听着分享，毋通流度，快快乐乐传出去，听着分享，毋通放弃，把机会传出去，把爱传出去。 传到街头和邻里，把爱传出去，无论刮风或下雨。把爱传出去，传到街头和邻里，把爱传出去，无论刮风或下雨。爱要分享，不要犹豫。 传出去，爱要分享，不要放弃，把握机会传出去。爱要分享，不要犹豫，快快乐乐传出去。爱要分享，不要放弃，把握机会传出去。 会众请起立。着称赞主以色列的上帝，因为伊有看顾，佮救赎伊的囝儿。伊对伊的奴仆大别的家，甲咱设立一位有大气力的拯救者。这时，请咱三甲犹原起立来吟圣诗第70首。圣诗第70首：普天同庆，主临世界。 万物有对万物来尊重。
是请咱游玩徛地来纪念主耶稣所教示咱的新的诫命。新的诫命，恁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；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圣旨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互你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这是请咱游玩徛地，同心阿头来祈祷。全能永活的上帝，天地主宰，我们为着你听阮所赏赐逐项的恩惠来感谢你。阮知你是信实的上帝，因为你纪念你甲阮的先祖所立的约。虽然阮的目睭毋捌亲目看见，总是当阮听到，阮就要相信，在圣女玛利亚对圣神怀孕，上帝独生囝道成肉体，出世伫卑微的马槽。阮知你是公义的主，因为伫主耶稣出世的迄暝，你互有智慧的人来拜伊。总是你嘛，互伫旷野卑微各样的人，会当得到这份救赎的恩典。感谢你听阮每一个人，你要互信的人照着主耶稣基督，成做义人，得到永远的活命。当阮欢喜庆祝这份白白得到的恩典的时阵，阮的心嘛要问阮家己，阮会当摕啥物来献互你，来回应你对阮的赏赐？阮是毋是会当亲像约瑟全然相信上帝在掌权？是毋是会当亲像玛利亚甘愿照你的旨意成就伫阮心上？主耶稣用伊的性命点光阮的性命，阮是毋是嘛会当成做一拍小小的灯去照光别人的性命？阮每一个人拢成做你合用的器皿，分享主的听，互更较侪世间的人，也帮助阮将心中的这份爱活出来，成做别人的祝福。只是阮恭敬将今仔日的敬拜完全交托伫你的手中，愿阮所讲、所听、所唱、所言的一切，荣光归于至高天父，甲十字架宝座顶的主耶稣基督。阮来祈祷，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请坐。这是有太鼓带动唱的表演，因为所要表演的歌曲是《耶稣迷》。
家向前奔跑，我就是耶稣名，跟随主脚步的人向前走，不退后，路的尽头就是神的荣耀，路的尽头就是神的荣耀。这是咱三甲来共读上帝的话语。今仔日咱所要看的第一位的圣经则是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第2章第8节到第14节。路加福音第2章第8节到11节。迄阵远有各样的住伫山里，眠时想见各样羊群。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，主的阳光围绕照因，各样的大惊。天使甲因讲：无得惊，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，互百姓拢有份。因为今仔日伫大庇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的，就是主基督。12节到14节。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槽里，即时就是互恁做记号。忽然有一个天兵甲迄个天使三角伫地讲，乌鲁上帝讲，伫极悬的位荣耀阳光归伫上帝，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。献诗，现在华语堂所要献诗的曲目是《平安夜》以及《普世欢腾》。山野，望眼中光华射，透着神母也照着神意，多少慈祥也多少天才，天下天赐安眠，吉祥天赐安眠，不是欢腾就
接下来，我们来攻读第二段神的话语，记载在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2章36节到40节。马太福音22章36至40节。马太福音22章36至40节。先生啊，律法中什么戒最大？伊甲伊讲，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戒是大的，也是头一个。第二个也相亲像，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戒是全律法甲圣旨的总拳头。这是咱三角来金句的龙头。今仔日咱所要龙头的经节是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第3章第16节，请咱三角来读。因为上帝将独生的囝赏赐世间，互见那信伊的人袂沉沦，袂得到永远，伊听世间到安尼。赞美，这是圣歌队甲青少年团体联合诗班，因为赞美的歌曲是坐来敬拜以及圣诞佳音。
这是咱三甲来共读上帝话语，咱所要读的圣经，则是记载伫新约约翰福音第13章第34节到35节。约翰福音第13章第34节，我用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第35节，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讲道今仔日王牧师所要讲道的题目是耶稣诞生引爆听的炸弹。耶稣诞生引爆爱的炸弹。大家圣诞平安。大家圣诞平安。这是一个全世界拢伫咧期待圣诞的假期。这是一个全世界都在期待的一个假期。耶稣来真正引起世界的大变动。耶稣来真的引起世界大的变动。耶稣来，让这个世界产生一个你想袂到的一个变化。耶稣来，让这个世界产生一个你想象不到的一个变化。有真侪人活伫黑暗中。有很多人活在黑暗当中。耶稣来，互因看见生命有光明。耶稣来，让他们看见生命有光明。这世间也阁有真侪黑暗的所在。这个世界还有很多黑暗的地方。唔知有啥物人会当亲像耶稣去点到迄个黑暗的角落？不晓得有谁能够像耶稣那样去点燃黑暗的角落？永福教会会当是一个点到彰化区的教会吗？永福教会是可以点燃一个黑暗地区的一个教会吗？最近有人直直讲，牧师咱教会真水。最近有人常常跟牧师讲说，我们的教会很漂亮。但是是啦，到今年真水。是啊，今年真的很漂亮。明年咱望更较水。明年我们期待更漂亮。咱望永福教会会当哪来哪水，好无？我们期待永福教会可以越来越漂亮，好吗？咱给永福教会拍一个扑啊咧！我们给永福教会鼓掌。我望所有同工，咱三甲一心一意。我期待我们所有同工，我们一心一意。当咱逐个人三甲扣到阵的时，永福教会有变化。当我们所有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永福教会有变化。真正迄个变化是哪来哪好？这个变化是越来越好。哪来哪有亮光？越来越有亮光。哪来对彰化哪有影响力？越来对彰化越来越有影响力。那假使永福教会伫遮60年对彰化无影响力，这间教会关起来好啦。如果永福教会在这个彰化这个地方60年对彰化没有影响，那永福教会关起来好了。因为逐礼拜遐侪人投入时间金钱，但是若对外口拢无影响。因为每一个礼拜有那么多人投入时间跟金钱，如果对彰化没有影响，那是没有用的。这世间有两种的力是非常可怕的力。这世界有2种力量是非常可怕的力量。一种是怨恨，一种是怨恨。怨恨的摧会拆毁一个人的性命甲价值。怨恨可以拆毁一个人生命的价值跟意义。怨恨会当互2个人一个团体规个拢变做足无意思，活甲足无意思。怨恨可以使一个团体可以变得非常没有意思，充满了仇恨。怨恨会当唆使一寡囡仔人规身躯爆炸弹，然后互即个囡仔走去到人群的中间，全伫遐爆炸，一死竟人拢死。怨恨可以让一个孩子身上背着炸弹到一个人群的地方，炸死非常多的人。总是伫即个仇恨的世界。总是在这个仇恨的世界里面，耶稣诞生了。耶稣诞生了。伊是诞生伫马槽。他诞生在马槽里，极卑微的所在，极其卑微的地方。你出世的所在比伊拢较好。你出生的地方比他都还要好。但是伊无怨恨，伊一抱着疼来诞生伫马槽，咱常常都过甲遐尼好，但是咱熬熬念伫咱的生活。他诞生在那卑微的马槽里面，他没有怨恨，但是我们的生活比他好，但是我们却常常在埋怨。耶稣出世伫马槽，伊死伫十字架。耶稣出生在马槽，死在十字架上。总是伫伊的人生，却有一句话讲：伫至高的位，荣光归伫上帝。总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有一句话说：在至高之处，荣耀归于上帝。平安要归伫伊所欢喜的人。
平安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上帝囝耶稣基督所欢喜的是什么人？上帝所喜悦的是什么人？是你，是你，每一个你，每一个你，上帝拢听你。上帝都爱你。总是你有可能原来欢喜来互上帝听吗？但是你愿意让上帝来爱你吗？你若欢喜就近，伊要将伊天顶的平安赏赐你。如果你愿意就近，他要将天上的平安赐给你。有一摆，有一次，耶稣的学生彼得耶稣的学生彼得问伊讲：我的兄弟连连得罪我6摆，我已经原谅伊6摆，第7摆我就搁原谅伊吗？耶稣的学生问他说：“我的兄弟连连得罪我6次，我还要再原谅他第7次吗？”我若原谅伊7摆，耶稣安尼有够额无？我如果原谅他7次，这样够了吗？伊想讲，伊原谅伊兄弟6、7摆，应该耶稣会甲真懊恼。他想说，他已经原谅他的弟兄6、7次，耶稣应该会赞美他。我毋知人若得罪你几摆，你还阁欢喜原谅伊。我不晓得人如果得罪你几次，你还愿意原谅他？你有可能原谅你身边互你生气的人，会当原谅几摆？你可以原谅你身边让你生气的人多少次？耶稣讲7摆无够。耶稣说7次不够，爱70个7摆。要70个7次。70个7摆，7×7=49，490摆，有可能吗？7×7=49，494，你可以吗？我甲你讲，智慧甲庄长了2个也无离婚，因的互相原谅拢超过490摆。大家都听得懂，不用翻译了。王牧师甲牧师娘到即句也阁无离婚，阮2个互相原谅超过490摆。牧师跟牧师娘他们还没有离婚，他们互相原谅超过490次。咱也无甲咱的囝赶出去。我们还没有把我们的孩子赶出去。咱也阁喙阁讲家咧，也阁咧好款待伊煮互伊食。我们还咬紧牙根，好款待他，煮饭给他们吃。你原谅你的囝儿超过490摆。你原谅你的孩子超过490次。迄个十字架，耶稣的十字架，直咧提醒咱。那个在十字上的耶稣，不断的在提醒我们：上帝听你，拢无甲你计较。上帝疼你，没有跟你计较。你逐日也阁伫咧做真多你无该做的，上帝也阁无甲你计较。你每天还在做很多上帝所不喜悦的事情，但是上帝仍然没有跟你计较。这是耶稣伊诞生，真正互这个世界引起大的变化。这是耶稣诞生引起这个世界非常大的一个变化。原谅人是你的心胸甲你的品格。原谅别人是你的心胸和你的品格。听人是因为你有物件，你才有法度通听人。爱人是因为你有东西，所以你才可以爱别人。因为你富足，你才会当互人。因为你富足，你才可以给别人。有人讲牧师，我都瘦逼逼，我哪有当互人啥？有人说牧师，我非常的穷，我没有办法给别人什么。你会当互地位长老一个微笑吧？你可以给我一个微笑吧？你会当互我一个安尼看到我就来甲我握手吧？你可以看到牧师就跟他握个手吧？当你的手伸出来的时，你就是咧互人。当你的手伸出去的时候，就是在给予别人。当你对别人微笑的时，迄个微笑本身就是传达疼。当你看到别人给别人微笑的时候，那个微笑就是在传达一种爱。当别人若得罪你的时，你也阁会当甲无问题，无问题。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，你还可以拍拍他的肩膀，跟他讲说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，带着微笑。你的一生你有太多会当互人。在你的一生当中，你可以太多给别人了。保罗讲：“我的性命富足，所以我会当互人。”保罗说：“我的生命富足，所以我可以给别人。”你会当原谅人几摆？你可以原谅别人多少次？耶稣讲无限的原谅。耶稣说无限的原谅。有一摆人掠到一个妇人人来找耶稣。有一次有些人抓一个妇人来找耶稣，对耶稣讲：“先生啊，阮掠到一个当地咧甲人行奸淫的妇人人。”对耶稣说：“我们抓到一个正在跟别人行淫的妇人。”伊当咧甲人行奸淫是一个现行犯，照摩西律法，就是逐个人摕石头甲钉死。他跟别人行奸的时候，被我们捉到，他是一个现行犯，按照律法，他是应该被石头给砸死。这个该用律法甲钉死的这个妇人人，你讲，阮着安怎办伊？这个律法上要把他砸死的人，你说我们应该如何来对他？耶稣甲因讲：恁什么人无罪，大先摕石头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你们谁没有罪，首先拿石头。”恁什么人无罪，大先摕石头钉人。你们谁没有罪，可以先拿石头来砸他。恁什么人无犯过失的，你做咧去处理别人不要紧。你们谁没有犯过失的，你们尽管去处理别人，没有关系。因为在咱的生活，咱常常拢无法当放过别人。
各位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经常没有办法放过别人。你无法度通放别人，然后你家己嘛锁伫遐，行袂出来。你没有办法放过别人，也将自己锁在里面。恁什么人无罪？你们谁没有罪？耶稣一摆搁一摆伫咧唤起逐个人，你的目睭莫去找别人的麻烦，你大声反省你家己。耶稣一次一次的在提醒我们、唤醒我们，不要去看别人，而是要反省自当咱伫己。咧讲，即个信仰是一个听的信仰的时，目睭毋是咧找别人的麻烦，是咧找咱家己到底我要按怎样，互上帝更较欢喜我。当我们在说这个是一个爱的信仰的时候，我们不是在找别人麻烦，而是不断的反省自己。这一个信仰是一个爱的信仰。耶稣一摆搁一摆，互你机会嘛，互我机会。耶稣一次一次给我们机会，也给你机会。耶稣讲：我无定你的罪，你去吧。耶稣说：“我没有定你的罪，你去吧。”听伫遮诞生。爱在这里诞生。是安怎？恁咧讲，恁无要放即个负责人煞？为什么你们不放这个妇人？恁讲伊伫咧现行犯，互阮抓着。你说他是现行犯被我们抓到，啥事你抓一个放一个？为什么你抓一个放一个？咱真侪时阵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咱对咱所介意的人，咱拢放伊去；对咱无介意的人，咱毋放伊煞。在我们的一生当中，我们经常对我们爱的人，我们放他走；但是我们对不爱的人，我们紧紧抓住他。耶稣来伫咧点醒咱，大声反省咱家己吧。耶稣来在提醒我们、唤醒我们，先提醒自己吧。有一个人出世就痴迷，有一个人生来就瞎眼。人讲先生啊，伊是伊犯罪才互伊痴迷，还是父母犯罪互伊痴迷？人问他说：“先生啊，是这个人犯罪瞎眼，还是他的父母犯罪让他瞎眼？”伫即个轮回的价值观的中间，是什么人犯着什么因，才互有即个果？在这个轮回的价值里面，是谁犯了这个因，让他有这个果？耶稣讲：毋是，毋是。耶稣说：“不是，不是。”毋是伊犯罪，嘛毋是伊的父母犯罪。不是他犯罪，也不是他的父母犯罪。是要互即个出世就痴迷的，要互人对伊的身上看见上帝的荣光。是要让这个出生的人，让人看见他身上上帝的荣光。一个人出世到即摆拢痴迷，有啥物荣光？一个人出生就瞎眼，有什么好荣光的？毋是伊的荣光，不是他的荣光，伊是见笑的人生。他是羞耻的人生。总是耶稣来要互即个见笑的人生转化变做上帝的荣光。总是上帝要让这个羞耻的人生，因为上帝而变为荣耀的生命。二林喜乐保院阿嬷来，怎甲遐小李爸爸拢捡来咧？领的喜乐马医院的阿嬷，她来到台湾的时候，将那些小儿麻痹的人都聚集在一起。大家人去到遐看到因咧唱歌，大家人拢感动。每个人到那边看到他们在唱歌，都感动。但是阿嬷离开了，即摆其他的人接起来，我想迄个感动的人无一定存在。现在阿嬷已经离开了，那些接棒的人，现在那个感动可能已经减少了。迄个囡仔的吟诗噩落的声，直直无啥共款。孩子吟诗唱歌的感觉已经渐渐不一样了。当然，社会形态在改变。当然，社会的形态在改变。你若去到迄个台中的迄个惠民盲校，看到遐个痴迷出世就痴迷的囡仔咧唱歌，你会当讲：哎呀，上帝啊！你睇这个囡仔遐尼古锥。当你去到台中惠民盲校，看到那些生来瞎眼的孩子们在那边唱歌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：哎呀，上帝啊，为什么这些孩子这么的可爱？耶稣出手医治这个痴迷的。耶稣出手医治这个瞎眼的人。这个出世就痴迷的，目睭得到光。这个瞎眼的人眼睛得到亮光。耶稣的结果是啥？耶稣的结果是什么？耶稣所怎变做迄当时的宗教界的人、社会界的拢要来定耶稣死罪。那时候的宗教界、社会界的人都要定耶稣死罪，因为耶稣竟然伫安息日医治伊的目睭。因为耶稣既然在安息日医治人的眼睛，对因的律法来讲，安息日袂当做这个代志。从他的律法来看，在这个安息日不能够做这个事。耶稣，你太故意去犯罪。为什么耶稣你故意犯这个罪？耶稣，你太故意要甲阮作对。耶稣，你为什么故意跟我们作对？耶稣无要甲人作对。耶稣没有要跟人作对。耶稣目睭干那紧紧要看一个人的性命得到逃放。耶稣只是要看一个人他的生命得到释放。耶稣为着要逃放别人，伊家己陷入另外一个危机，是众人要定伊死罪。耶稣为了要释放一个人，使自己陷入危机，被钉十字架。你知道这个是耶稣？这个就是耶稣。
耶稣来要敲找每一个失落的羊群。耶稣来要寻找每一个失落的羊群。你知影你的性命偌尼要紧吗？你知道你的生命有多么的重要你知影吗？你的性命价值偌尼要紧吗？你知道你的生命的价值有多么重要吗？耶稣来讲，我要改变你的性命。耶稣来说，我要改变你的生我要命，丰富你的性我命。要丰富你的生命。才有天神安尼讲。这里有天使这么说伫，大卫的城里，在大卫的城里，恁的救主基督已经诞生了。你们的拯救者主耶稣基督已经诞生了。要有一个婴仔为着恁来诞生，要有一个婴儿要为你们来诞生，因为伊要带恁每一个出离开恁的罪恶。因为他要带领你们每一个人出离你们的罪，脱离你们的罪恶。为着要带你出来，伊家己牺牲。为了带我们出来，他牺牲他自己。耶稣来，耶稣来，伊改变这个世界。他改变这个世界。耶稣和罗马帝国甲定死罪定伫十字架，耶稣让罗马帝国定他死罪在十字架上，总是300年后，总是在300年后，罗马帝国怎变做信耶稣的国度？罗马帝国变成信耶稣的国家。罗马帝国通过耶稣全部接受上帝做因的主，做罗因的上帝。马帝国通过耶稣成为信上帝的国家。今年2018年，今年2018年2018就会结束啦。 ，2018即将要结束明了，年就是2019。明年就是你知2019。影这个2018、2019对倒位来无？你知道这2018、2019从哪里来的？是对耶稣来。是从耶稣而来的。耶稣用定十字架死过活，耶稣被钉十字架死而复活，全世界开始觉醒，全世界开始觉醒。咱定唔着人啦。我们定错人了。这个耶稣是上帝的囝，这个耶稣是上帝的儿子。耶稣来到世间只有听，伊无怨恨人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只有爱，没有怨恨的。耶稣点起这世间太侪奥妙的真理，互咱看见，咱才会甲定好死。耶稣点燃了这个世界太多奥妙的真理，为何我们把它定死了？全世界开始定伊出世迄一年，做世界的元年，新的世纪的开始。全世界开始定他出生的那一年作为新年的一个年份。所以咱即摆2018就是来纪念耶稣对迄年开始。所以我们在现在2018就是在纪念耶稣从那一年开始。世界因为耶稣改变，世界因为耶稣而改耶变。稣改变世界，毋是用怨恨的溃烂。耶稣改变这个世界不是用怨恨的力量，耶稣改变这世界用听。耶稣改变这个世界用爱。别人伫咧弹怨恨的炸弹，别人在丢怨恨的炸弹，耶稣弹着听的炸弹。耶稣丢下爱的炸弹。我叫这个听的炸弹弹着啦，我被这个爱的炸弹炸到了，我爬起来，我爬起来我了，醒起来。我醒过来了。周围长老规身躯嘛拢变疼，但是叫迄个疼的炸弹弹着了，伊搁较安怎样疼嘛？是搁徛伫遮，因为毋敢拒绝上帝的呼召。不用翻了。我想，毋知你有叫这个疼的炸弹弹着啊袂？不晓得你有被这个爱的炸弹炸到了吗？请你勇敢来，请你勇敢的来。教会每一个长老甲执事，教会每一个长老执事，你甲伊讲，我需要有人陪伴。我需要有人陪伴。请你甲每一个长老执事讲，我需要人陪伴。请你跟每一个长子说，我需要人陪伴因为，我的生命想要改变。因为我的生命希望得到改变。每一个十字架的所在，就是一个呼召的所在。每一个十字架的地方，就是一个呼召的地你方。无论行到什么所在去，你若看到十字架，你的人生若有艰难，请你去甲离电铃，去甲弄门，去甲拍电话。无论你走到哪里，只要你遇到了困难，你看到十字架，你就走过去跟他按电铃。因为伫迄个十字架的内面，有耶稣基督咧对你的疼。因为在那个十字架里面有耶稣对你的爱。耶稣疼这世间疼到什么款？耶稣爱这个世间爱到什么样的程度？有人钉伫十字架顶要死了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即将要死了。伊还佫讲爸啊，赦免因，他还说：“天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因所做因毋知。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爸啊，赦免因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因所做因毋知。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不晓得。”你敢有可能互人误解、互人欺负、互人伤害，你也佫会当对心底对祈祷讲：爸啊，赦免你。你有可能被误解、被伤害，你还是跟天父祷告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。”耶稣今仔日对你甲对我，咱结一粒疼的炸弹。耶稣现在今天对你对我丢下一个爱的炸弹。你若领受到，请你改变，瓦解你的旧我，甲你迄旧的我、
规个毁掉，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生命。如果你领受到了，请你瓦解那个旧的自我，建立一个新的生命。耶稣讲：好树结好果子，耶稣说：好树结好果子，歹树结歹果子。坏树结坏果子。对因的行为，从他们的行为，对因所结的果子是什么？从他们结的果子是什么？会当看出伊这个生命是一个什么款的人。可以看出他们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。你请问到这个位置，你的生命有咧结果子吗？请问你的生命到现在有结果子吗？耶稣讲，若无结果子的，迄个树甲错掉无路用，莫担了空占土地。耶稣说，如果那个树没有结果子，就把它砍掉，不要空占土地。所以空占土地唔好。所以空占土地不好。但是有一种的人结的果子真歹、真酸、真歹食。但是有一种人，他结的果子非常的酸，非常的不好吃。迄款的果子树嘛，莫阁留的。那样的果子的树也不要再留着。乌乌的，佮重新种栽。把它挖掉，重新栽植新的。只有一项留的，就是好树结好果子。只有一个留着，就是好树结好果子。永福教会的中级同工，大家人拢努力要来结好果子。永福教会的长子同工们，我们都努力的要来结好果子。阮同心合意努力要来结好果子。我们同心努力要来结好果子。请你替阮祈祷。请你们为我们来祷告。你嘛为着你家己祈祷。也为你们自己来祷告。因为咱的生命，上帝看做美好。用我们的生命，上帝看为美好。一个上好的结果子的方式，就是耶稣讲，恁着彼此相听。一个最好结果子的方式，耶稣说，就是你们要彼此的相爱。恁若彼此相听，众人要知恁是我的学生。你们如果彼此相爱，世人就要知道你们是我的学生。所以，请咱彼此相听。所以，请我们彼此相爱。莫相拼，莫相抱后骹。不要相拼，不要互相扯后腿。咱逐个人拢伫咧努力过一个敬虔的信仰生活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努力过一个敬虔美好的生活。敬虔的生活爱祈祷，爱吟诗，爱学老。敬虔的生活要祷告，要吟诗，要赞美。爱读圣经，然后圣经看你即句读几摆，我毋知。要读圣经，我不晓得现在你圣经读了几次。但是我甲你讲，迄个真要紧，也阁毋是遐尼要紧。那个非常的重要，但是那还不是最重要的。你圣经读了后，就爱阁起来行。你圣经读完之后，你还要出来行走。若敢若有祈祷、有读圣经，无起来行，所拢是死的。因为信仰若无行为是死的。如果只有读经、只有祷告，而没有起来行的话，那一切都是死的。爱有法当结出好果子，迄是要结果。能够结出好果子，因为那是结果。然后敬虔一个上好的，就是去照顾你身边遐个孤儿、寡妇、需要软正的人。敬虔最好的方式就是去照顾你身边的那些孤儿寡妇需要的人，去做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。去做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。我想圣诞节就是咧激励咱来紧把握的时间一年要过啦，咱也阁会当做一寡什么代志无？圣诞节就是在激励我们一年即将要过去了，我们可以再做些什么事情？圣诞节就是咧激励咱一世人立志，我要诚做疼的囝儿。圣诞节就是在激励我们要立志成为上帝爱的儿女。咱要用疼来赢过怨恨。我们要用爱来胜过怨恨。咱要诚做一个疼的亮光，互人带来互人盼望。我们要成为一个生命的爱的亮光，带别人生命的希望。咱开始学耶稣，是不是记迄句话讲：爸啊，赦免因所做，因毋知。我们开始学耶稣说：“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，他们耶稣来改变这个世界。耶稣来改变这个世界。耶稣来改变真侪生命的顽固。耶稣来改变很多生命的顽固。耶稣已经来了。耶稣已经来了。唔知入来到伫你的心灵内面啊未？不晓得是否已经来到你的心灵里面？今天圣诞节。今天圣诞节。咱礼拜三咱要到6楼、8楼来去食圣诞的大餐。今天我们礼拜结束之后，我们要到6楼、8楼来吃圣诞大餐。毋望来遮领受属灵，6楼、8楼领受圣诞的爱餐。你食了后，你嘛诚做一个领受疼的炸弹，然后开始炸毁家己的旧我。然后开始诚做一个疼的使者出去。希望我们在3楼领受圣灵的圣餐，在6楼我们的肉体得到饱足之后，我们成为一个爱的炸弹，我们所到之处带来上帝的爱。耶稣这个炸弹要接落你。耶稣这个炸弹要丢给你。你要接吗？你要接吗？咱给耶稣拍一个拍仔来。我们给耶稣一个鼓掌。
咱互相握一个手，甲你头前后壁握一个手。我们互相来握个手，跟你前面后面的人握手，跟他讲说：圣诞快乐，耶稣爱你！圣诞快乐，耶稣爱你！咱互相祝福，互相的来祝福。上帝祝福你。上帝祝福你。咱三个来祈祷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用欢喜的心来领受耶稣。天父，我们喜悦的心来领受耶稣。耶稣是你赏赐予阮上好的礼物。耶稣是你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。上帝疼世间人。上帝爱世上的人。将伊独生世囝赏赐世间。将他的独生圣子赐给世间。阮感谢已经领到这个礼物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已经领受到这个礼物。奉耶稣基督的名。奉主耶稣的名。阿门。阿门。这是咱三个的吟圣诗第54首。天使歌声对天来，天使歌声对天来，关山花影透天涯。美妙声音真响亮，好听到极遍地响。俄罗主阳光至关上帝，俄罗主阳光至关上帝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请坐，只是请咱准备心，三到来奉献。
请咱起立吟奉献的诗歌。请坐。这时请牧师报告甲介绍。感谢主，咱三甲伫遮庆祝圣诞吼。今仔日有一寡来宾，咱三甲伫遮互相熟悉，真欢迎咱遮的朋友嘿。欢迎林世祥姊妹夫妇伫咱的中间，毋知伫倒位，徛起来，互阮拍一个扑克来好毋好？呀，咱即马有新的朋友，咱教会迄个笔，咱就送过去吼。嗨，真欢迎恁，伫中华市尔，咱毋茫常常会当伫遮相见面。台南安顺教会来的姊妹林家荣姊妹伫咱的中间，这是学生。嘉荣你伫倒位 ？OK， 伫后壁哈。OK， 欢迎你。新的朋友徐正良先生又找慧珍这家庭的人来华老师的朋友，我们欢迎你。我们欢迎你呀。OK， 来。张惠梅姐妹惠碧姐你伫倒位 ？OK， 我们欢迎你哈。这拢边仔伫中华尔吼，住伫咱厝边尔吼。OK， 苏玲黄秀玲姐你伫倒位 ？OK， 欢迎你。这伫台中来吼。咱伫主的内面真正彼此咱的学习，成做一个大的家庭。今仔日咱已经压几啊摆手啊，所以即马都无要搁压了吼。这个礼拜五晚上，蔡茂堂牧师搁伫咱中间搁继续有伊的讲座，请咱踊跃。我感觉我们需要进修，吼。拄则遐我无讲的是讲礼拜煞青年甲华语伫8楼食饭。青年跟华语在8楼吃饭，其他的人邀请你伫3楼，伫6楼食饭。我伫这个遮我阁有看到咱克服天使班的家长伫遮来，遮的家长请来起立好毋好？咱遮的天使恁的囝是教会永和教会的天使嘿，好，谢谢。教会这边遮不收代价安尼吼，努力聘上好的老师来陪咱的囝，你看到伊真侪天分的所在。才几个月尔，逐个人性格拢伫咧改变。请一项后礼拜是咱福音主日，咱已经停真久的福音的主日，后礼拜要来，所以华语礼拜我们下个礼拜一起来。这是一个演艺人员邓志浩的弟弟哥哥，伊全台湾上出名的一个妇孺，用巴肚用肚子演戏讲话，他是一位爱主的弟兄，所以请咱后礼拜带着你的亲戚朋友一起来。今天来的一些新朋友家长，我们一起来好吗？下个礼拜。请邓志荣弟兄伫咱的中间传讲基督的爱。若有订迄个圣诞糕的人，请会当去摕啦吼。事务部这边遮一寡簿册请赶快交出来。有奖学金的，请到办公室去领取然后礼拜3晚上的祷告读经会暂停，这个礼拜起暂停。
到3月份的第2个主日才开始。我们1楼那里有那个新眼光读经资料已经来了，请自己拿。主日学下晡有要报佳音哦，下晡主日学要报佳音吼，然后所有各团契需要的资料赶快交过来哈。教界有许多的训练的机会，包括出国灵修的机会，请大家踊跃，趁着我们还年轻的时候报名多一些属灵的造就。我想咱教会有真多这个课程、团契的活动，欢迎你一起来，让我们真的一起营造一个爱的大家庭，让你的生命因为跟基督、跟教会连结，每一个人的生命就变得更幸福、更美满。以上报告，谢谢。这是咱个三甲来吟圣诗第69首，请来忠诚信徒，请来忠诚信徒，快乐得以向前。请来，请恁欢喜来到伯利恒，来朝见救主。天的君王出世，请来大家敬拜伊，请来大家敬拜伊，请来大家敬拜伊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是阮的主上帝，时时刻刻要进入你的心，要进入你的生命。你着开你的心门迎旨。耶稣基督已经诞生了，愿伊的诞生变做你生命中要紧的宝石，伊要引带你的人生，成做你生命的亮光。愿三位一体的上帝因带赐福保守你甲你的家，
丰富平安，带着使命行头前的路站，对即时到永世大步进。阿门。咱这个时，我那想是为着6楼、8楼的食饭三甲来祈祷。神的主，我用欢喜的心，三甲要来进行圣诞的主餐。阮感谢你用你的话来激励养饲阮的灵魂，互阮的心因为有你的话做阮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阮的人生知，阮就怎样过日子。阮嘛感谢教会这同工替阮备办丰富的圣诞餐宴，逐个人伫遮哪食哪交陪，哪熟悉哪请安，然后互即个教会充满欢喜笑。愿施恩的上帝坚固阮的灵魂，嘛坚固阮的身躯心灵永壮。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。愿上帝施阮的手，甲永福兄的查某囝三甲同在。愿圣神安慰甲保兰姐甲个家庭三甲同在。伫忧伤的中间，恁得到安慰。上帝保守恁。